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8月6號。這一期咱們聊一聊一個新的騙局啊。什麼叫騙局呢？如果你有一個大的金融公司，突然你發現你是他的股東，你該高興還是緊張呢？是好事還是壞事呢？莫名其妙你就成為一家公司的股東，而這家公司看上去還不錯是福是禍。我們今天就聊這個中國經營報刊了一篇報道，最近中信托就遇到這樣的事情，莫名其妙成了很多公司的股東，他自己呢卻不知道。近日，中信信托官網發表聲明稱，監測到深圳智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珠海恒勤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通過偽造公章、簽字等手段，向市场監管部门提交虛假材料，將中信托虛假登記為其股東。就這些公司他在注冊成立的時候，他把他的股東登記為中國信托，當然成了大股東或者是小股東，反正是股東裡面有中國信托。那中國信托怎么能去登記呢？对吧？你得有相關的手續不要緊，這些手續都是虛假、偽造公章、偽造簽字。那為什麼這麼幹呢？這已是中國信托今年內第3次發表類似聲明，此次公示的假冒企業已達15家，遍布深圳、廈門、福建、哈爾濱、北京、吉林、西安等地。什麼意思簡單點說，就這是一種普遍現象，很多企業自己成立的時候，裡面多了莫名其妙的中信信托。中信信托是央企中國經營報記者查詢發現，15家假冒企業中有1家公司雙層號，且在3個半月內就做了3次更名。7月31日，記者輾轉2個注冊地實地探訪，發現更名後公司仍在正常運營。中信信托什麼公司咱就不介紹了，大家都知道。這個記者就去實探西安的這個影子公司，也就是說把中信信托登記為自己股東的這些公司搞得自己好像是中信信托的子公司。在中信信托公布的15家假冒企業中，有14家均為直接虛構股權關係，直接將中信信托設立為其股東。而一家名為陝西中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的公司比較特殊，它並非簡單的信，它的名字裡面帶中信2個字而是經過雙層股權。什麼意思呢？什麼叫雙層股權呢？工商資料顯示2025年11月28日，工商登記顯示由中國信托全資持股的國創信投投資哈爾濱有限公司設立。同年12月15日，陝西新中信建設有限公司注冊成立，由國創信通投資哈爾濱有限公司持股100%。什麼意思呢？這就等於有了2層中信的外衣。工商登記顯示，法定代表人為尚敬洲，注冊資本10億。你想一個注冊資本10億的企業，把我列為他的股東，那我該是高興還是該悲傷呢？還是該緊張呢？國創信通投資哈爾濱公司，工商顯示它是中國中信信托的全資子公司，這本來就是假的。然後陝西新中信又是由國創信托100%持股，你說這叫什麼事？那就穿透下去，大股東就是中信信托。好，此後該公司的名字與股東頻繁變更，2020年4月28日更名為陝西中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7月1日再變更為陝西華信投資有限公司，股東同步換成陝西碳開發實業有限公司。7月15日又變更為現在的陝西華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注冊地也由此前的西安市碑林區遷至西安市曲江新區翠華南路500號嘉禾中心。7月31日，記者按图索驥前往西安市嘉禾中心，該中心分 A、B 2棟，陝西華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工商登記地址顯示為房號1棟2210室，但記者在 A、B 2核對發現，樓層門牌普遍只有4位數，並無注冊地址完全對應的門牌。記者隨後走訪了2棟大樓的 A2樓、21樓、22樓，均未發現陝西華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或陕西中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的招牌，也就是這個注冊地址也是假的唄。在 A 棟的22樓，記者向保潔人員詢問221010室的具體位置，對方表示你這個地址是錯的，這裡沒有這個號碼。隨後記者又詢問了 A、B 兩棟物業中心的工作人員，得到的答覆同樣是未聽說過這家公司，連注冊地址都是假的。記者轉而前往該公司變更地址之前的注冊地，西安市碑林區的英發金融中心，並在901室找到了這家公司的實際辦公地點。你看看啊，原來狡兔三窟啊，它還在這個原來的地方，新的注冊地址是假的，讓你去，你找都找不到它。該公司的門头為更名後的陕西華鑫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門口粘貼着匯聚產業資本、賦能地方經濟、打造區域一流投資綜合企業、共築長遠價值的醒目標語。記者看到該公司仍處於上班狀態，不時有辦公人員出入。隨後記者向前台表明來意，希望採訪公司負責人。前台人員請示後稱負責人不在，可以轉告採訪請求，並請記者留下聯繫方式。截至發稿未獲回復。值得一提的是，記者在英發金融中心前台看到一份租戶交付狀態統計表，顯示截至7月23日更新的版本中，901室登記信息認為更名前的陕西中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也就是這個借名的這公司啊。你說這公司名字改來改去，注冊地址改來改去，想幹什麼？完了，他找了一個靠山，是吧？中信信託李鬼，對吧？要變成李逵呀。有這樣遭遇的不光是中信信託啊，很多央企都有。國務院國資委自2021年10月起，先後於2021年、2022年和2023年集中公示3批中央企業名單，累計曝光假央企超過800家。僅2022年單批就查出528家李鬼。2026年以來，多家頭部央企以及金融機構接連發生打假，反映出這一頑疾在監管持續加碼的背景下，依然難以根除。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滕杰分析不法企業費盡心機掛靠包括中信信託在內的知名金融機構，背後的真實商業動機可能有融資增信、投標招標競爭優勢、騙取招商紅利、供應鏈信用套利、規避監管等。滕杰表示法律實務中這類虛假掛靠已形成了專業的黑灰產代辦產業鏈，上游為假證制作，中游為不良中介機構提供央企掛靠一站式代辦，下游為包裝運營，偽造央企官網，策劃合作發布會增信後實施融資騙貸、非法集資等終端犯罪。此外，部分虛假掛靠還會出現內外勾結的情形，國企內部人員收受好處放任掛靠，形成更具欺騙性的半真半假型掛靠。這緊接着是掛靠央企早已不是零散的個人造假行為，而演變成一門明碼標價的生意，不是偷偷摸摸的是公開的。根據證券時報、新華社此前報道，市面上專營掛靠業務的中介機構聲稱手握10餘家大型央企資源，可掛靠3至7級子公司，報價從80萬到400萬不等，層級越高，要價越貴。即便被曝光打假，部分企業還能通过平移手法变更為其他央企或國企的股東，繼續招搖過市。滕杰認為主要原因是當前中國企業登記仍以形式審查為主，實質審查不足。雖然新規已引入實名驗證和國企信息比對，但落地效果有限。其次，企業名稱如股權登記信息不對稱，市場監督管理系統如國資委產權登記系統的信息壁壘長期存在，各地在實操中推行的共享機制以及系統對接進度不一，工商代辦服務機構准入門檻低，日常監管弱，成為虛假登記的關鍵推手。滕杰建議公眾和普通投資者在審查合作方資質時，在查閱天眼查、企查查這些商業查詢平台的工商信息時，應謹記僅能提供初步線索，不可作為唯一依據。
還可以進一步通過查詢國務院國資委官網監管企業產權信息查詢平台、企業國有產權登記信息。這個說的是啊，冒用中信托，做他的股東。實際上大家一聽就明白了啊，為什麼這麼幹？尤其冒用中信信托的子公司，他不就是冒充中信信托子公司吗？就这意思啊。那想干什麼？實際上這個就是要集資詐騙。恰好啊，我還真經歷過這個事。我了解了一個案子，很有意思，也是起一家信托就被別人冒名。這個人設計的這個冒名啊，不是假的，人家沒有造任何假，什麼刻蘿蔔章，這個偽造簽字沒有，人家是講了一個故事，設了一個局，把一個央企信托給套進來了。他這個做法跟這個陝西這家公司啊，就跟這個中國經濟報報道的啊，套這個中信信托手法是完全這個形式是一樣，但是手法不一樣，就一個是造假，一個沒有造假。你說沒有造假，能夠把這個央企信托成為他一個股東，這個是很厲害啊。怎麼做的呢？這個人他設立了一個也帶這個央企信托名字的，反正跟他比較混淆啊，比較混同，那個名字啊，你不仔細看，很容易就誤會了。什麼什么什么啊，資產管理公司。然後這個資產管理公司啊，他發起一個單一信托，這個信托的錢呢，也不知道誰出，反正最終是反正找了一家啊，人家出資人還沒出，他信托就這麼設立嘛，他先設立一個信托啊，然後他來，因為他不是信托公司啊。他別人給他錢，A 公司給他這家公司錢，他呢再去委託這個央企信托，比如說中信信托吧，咱們就說中信信托啊。實際上我看到的那個不是中信信托啊，是另外一個央企啊，委託中信信托成立一個單一的什麼公司，就是信托計劃。然後這個信托計劃又要設立一個公司，這個公司好像是就讓這個中信信托做大股東。是這麼一套設計啊，我記得不是很清楚。然後這個當時他就把中信信托的這個業務經理啊給忽悠了。那業務經理回去匯報啊，說這個項目好，因為他後續的還投10多億進來啊，這個什麼產業資金，然後進去要搞什麼房地產，搞什麼亂七八糟的。而且他這個預設的啊，這個出資人呢，好像是還是上海的一家房地產公司，我就不說名字了。這個公司我知道，現在好像也要破產了。好像跟徐老板還有點關係，有股權關係，講了一個這麼故事。那個中信信托一看，我看這後面源源不斷的還大業務，是不是信托嘛？那就行，他就成立了一個公司。然後呢，公司所有的公章印件全部由中信信托控制。那所以中信信托他不用擔心啊，对吧？實際上不是他的公司啊，中信信托公章、財務章什麼章，對吧？人民章都在中信信托手上。然後呢，由這家公司啊，他來給中信信托發指令，說你給誰付款，你往哪兒打款，中信信托去執行就完了。所以中信信托一看，那公章在我手上，我也不用擔心啊，所以他就這個業務經理就去啊忽悠他們老闆，不是那個董事長忽悠他。應該當時那個董事長是在國外還是幹啥，還是休假，就是病假之類的啊，反正當時董事長不在，是一個副董事長主持的，認為這個活是好活，可以幹，然後就同意了，他們就開始設立公司，對吧？成立公司，然後拿公章，那個公司中信信托還是大股東，然後拿了公章，但是這公司又被另外那個騙子公司控制。好，實際上他所說的什麼人家投10個億都是故事，他這個平台一建好之後啊，開始拿這個平台就忽悠別人投資了。你看，這是中信信托啊。而且這個平台被他控制，他通過指令來控制嘛，協議寫好了，對不對？成立這公司的時候協議就寫好了，這個公司啊，怎麼樣去？我今天比如我什麼時候給你發的什麼信息，用印或者多長時間開一次董事會什麼的，那都規定的非常細啊，合同裡面約好了的。這公司雖然看上去是中信信托的，他是大股東，他控制，實際上人家通過協議在後面控制，你得執行這個協議。那就相當於這個騙子公司已經拿到了真正的中信信托的成立一個子公司，被他控制了。講了一個故事。好，他就拿着這個平台出去騙了，開始忽悠。你看，這是中信信托啊，
他找那個項目方，項目方就缺錢嘛，缺錢，中信信託就跟人談，那就好談。人一說，哎，中信信託啊，哇，那是央企，好。這邊呢，他找那資金也是的，去銀行去那個保險公司去什麼找資金啊。那人你看我這是央企啊，中信信託啊，那人家一看假不了啊，那邊人給他項目融資，這邊呢他跟人家要錢，這不就成了嗎？信託就幹這個啊，成立信託計劃，這你看這一下他馬上就要成了啊，馬上很快。你要知道，他要搞幾十個億，他就可以，他最終他跑了，對吧？他通過他的運作啊，因為他通過指令控制中信信託那個子公司，到时候讓你把錢打這兒打那兒打飛了，人家把錢一卷跑了，剩下的都是你中信信託的事，对吧？你就擦屁股吧。結果那個中信信託那個董事長回來了啊，他說好像是休完病假還是怎麼着，反正2-3個月回來之後，一看這事，那董事長恐怕還是薑還是老的辣，見得多，一看這個火冒三丈，這還得了，立馬這個馬上終止合作，而且馬上發公告，就像中信信託一樣發公告，說我說這是什麼平台啊，這是我們被騙了，跟我們沒有1毛錢關係，我們現在就他以後所有的什麼投資融資行為跟中信信託沒有任何關係，嚴正聲明。然後這一方面啊，他在平台上聲明，然後第二方面他也給監管打報告，說我出了這個事情被人冒房，人家給監管打報告啊。然后第三個馬上上法院，要求解除這個合同協議，人家起訴啊，要求這個協議無效。結果這官司打來打去，打了2審和3審，2審就終審嘛，完了人家還要再審，反正協議都簽對了，對吧？我也沒詐騙呢，我哪兒詐騙了？你舉出例子，這個也就是這個騙子還是個構思，對吧？還沒有開始實施騙的，還沒有造成事實啊，只是個構思。但是人家是預防，人家知道你撅屁股尖拉什麼屎，人家知道你，人家都是玩金融的，都明白。你這不像，對吧？像借鸡下蛋嗎？你像借中信信託的名字，先去騙錢嗎？人一看就明白了啊，馬上給叫停，然後叫停人家不願意，還打官司。你看，1審2審，然後就再審。當然了，這官司最後那肯定是央企贏了，對吧？因為這事情本身你這個就沒安好心，對吧？就是騙。哎，這個事情啊，我是親眼所見，不是我參與的，我知道這裡面好幾個人我都認識。這個官司打了5年，很曲折啊。實際上就是中信信託遇到這事，這個事情在10年前，你想想吧。那現在怎麼突然又出來這麼多人呢？這麼多事情就冒名中信信託呢？我們也知道啊，比如我要搞個什麼資產管理公司，現在搞私募不是很多嗎？私募現在爛大街了，对不对？我只要我拿了那個什麼基金從業資格證啊，我可是考過的啊，2門科我好像考了都80多分，但是我没有拿證。後來沒來得及吧，還是怎麼着？反正我就改行了，对吧？我是考過了，還沒來得及拿證，我就改行了。要不然我也有基金從業資格證的啊。我成績2門科是80多分嘛，都通過了。後來好像過2個月，不知道咱們跳槽跳得快啊，改行改得快，对不对？好，我要如果有基金從業資格證，我有，然后再找2個人，應該是2-3個吧。只要有這證的，一個當風控是吧？一個是管什麼？管產品啊。你大概有3-4個證就夠了，你就可以設立私募，成立一個私募啊，這個管理公司。好，你成立私募管理公司，我成立一個名字，大家也不認了，對不對？結果我一成立的時候，我這大股東或者二股東是中信信託，你說夠不夠牛的？那我出去募集資金是不是就不用吹了？你看我這，對吧？我這是央企嫡系啊，能騙得了你嗎？是不是很多人就願意啊？給我投錢啊，認可我的產品啊，認可完了之後，我這再，對吧？這錢是私募啊，這錢打到指定賬戶、監管賬戶。但是雖然打到監管賬戶，它不是歸我去發個指令，我就可以讓他錢往哪兒打嗎？股權投資，對不對？我馬上就讓他投到我的空殼企業裡面去，我在那兒再設一個白手套企業，什麼，哎，高科技是吧？做機器人的，3000萬先打過去，這叫股權投資。這3000萬一過去，他一洗，對不对？換成綠票子，在國外交給我就完了，想辦法整到國外去，然後我再給 B 公司再投一個8000萬，這 B 公司又把它洗出去了，對不对？
再給 C 公司投點，反正這麼一投，投資人給我的錢啊，我募集的錢1個億、2個億，這麼一洗出去了，變成綠票子了，然後我這邊不好意思，投資失敗，對吧？你看投資這企業都不成器嘛，黃了嘛，那怎麼辦呢？你能把我怎麼樣？投資失敗了怎麼了？然後你說查賬，說查啊，那公司投的怎麼樣？那公司那公司你查那公司是个殼，对不对？你查它有什麼用啊？你再查我跑了，哎，都這麼玩啊！我為什麼這麼清楚呢？你看看，從私募設立，對吧？到套這個央企進來當股東，再到投資項目，對吧？我都經歷過啊，融資我還經歷過，對不對？我自己創業，我就找這些私募啊來給我投資。這私募很多人啊來談的第一句話，不是第一句話，先了解項目之後，他就開始旁敲側擊了，就是說他要5個點回扣，比如說他給我投3000萬，那你要給他150萬返點，想辦法返給他，都這樣玩啊？哎，這還算好的，要5個點是好的啊，就是都是這我要5個點是啊是普通情況，不算惡劣的。惡劣的還有什麼玩呢？他投3000萬給我，他要求我再去收購一家公司，那個公司就是他的殼，是他的，要麼是他的這個爛攤子，他的爛尾樓，對吧？是他的搞的爛攤子，或者是他上一次投的一個爛攤子，要麼就是他的白手套。總之條件就是他給我投3000萬，讓我得花500萬把那公司收購了，哎，把他從那兒解套出來。這種交易那是非常多的。有的人直接上來就說，對不對？你就像那個執行法官，我缺錢，對吧？你給我錢，你看說的這麼自然，對吧？沒有一點點說什麼不好意思開口羞恥的吧？哎呀，這怎麼能說這樣的話呢？沒有啊，很自然。所以說你想法官的這樣，那你說那些投資人那不更這樣嗎？那些很多投資人，大家記住了啊，投資人不是拿自己的錢投，他那個錢是募集來的。你就像韓紅那個基金會一樣的，他慈善的不是自己的錢去慈善，他的也是募集來的錢，一定要把這搞明白啊！就韓紅他去投，到處行善，到處慈善，他那個錢他自己只出了一點點，對吧？自己只捐有限的錢啊，剩下的錢全是募集來的，都是各位啊獻愛心，給500的，給1000的人不嫌少，對吧？給個10萬8萬的不嫌多，募集來的，拿着錢去慈善。它是管理，跟私募基金一樣啊，私募也這麼玩。所以你看啊，我剛才講的這個私募，它賺錢，它就這麼賺的目的，那它怎麼能騙來錢呢？那就核心就是我有個央企的爹，信譽夠可以的吧？你還用懷疑嗎？對吧？中信信託全資子公司怎麼了？李鬼變成李逵，李逵只好出來打假。那些被李鬼騙了的人，到時候要找李逵，是吧？這不就跟我那個這不一樣嗎？做個自媒體一樣的遇到的啊，我得出來打假，打完假之後還有人跑來問我，哎，為什麼那誰不更新了？我錢都交了。你說這個社會就這樣。當然了，這是跟金融相關的啊。那麼其他的央企一樣的啊，你比如說有的人他非大股東是中國石化，他跟中國石化扯上關係之後，他出去跟人談業務，肯定跟石油化工有關嘛，忽悠唄，對吧？接工程啊，拉皮條啊，說1000道1萬都是為了騙人嘛，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就是為了騙。所以我們啊，以後你要遇到什麼央企，什麼央企子公司、央企，你小心一點啊，不要盲信、盲聽、盲從。就是央企，你也可以去查它。哎，如果他說我是中國石化的子公司，那好，我上中國石化查官網，對吧？哎，怎麼查到它下面成员單位沒有你呢？對吧？中國石化下面有成员單位啊，對吧？有他的子公司的，你可以查的，你可以用企查查，對吧？還有什麼其他的啊？一些 APP 也可以查，你也可以上中石化的官網去查。你不能一看到人家亮出來啊，我這大股東是中國石化，你就激動，你感覺是自己要占什麼便宜，撿到寶了。那我想說的是什麼呢？中國經濟報啊，8月5號刊登的這篇文章，這篇報道，他也說了啊，他說專業人士表示啊，掛靠包括中國信託在內的知名金融機構背後真實的商業動機，可能是有融資增信、招投標競爭優勢、騙取招商紅利、供應鏈信用套利、規避監管等
法律實務中，這類虛假掛靠已經成了專業的黑匯款代辦產業鏈。部分虛假掛靠還會出現內外勾結情形，企業、國企內部人員收受好處，放任掛靠，形成更具欺騙性的半真半假掛靠型。我剛才說的那個要掛靠中信信託那個啊，以假亂真的，他這就是內部有員工配合，他忽悠了那個內部的這個基金經理啊，他們叫信託經理啊。信託經理第一個自己要業績啊，对吧？一聽說這一年搞10個億，那他的業績他得賺多少錢呢？這不第一個，第二個呢，人家許諾這個業務經理在那個公司兼職什麼？兼個什麼這個什麼，反正你兼個職，一個月給你3萬，有好處啊，所以他在玩命的去推啊，這不就是內外勾結嗎？這種騙局現在騙政府比較難，因為政府現在禁調相對來說比較嚴啊，人家真要合作的時候，咣當一個喊就到總部去了，那總部一查沒有這企業，容易敗露，所以他一般這種騙子啊，他騙政府的少，你不能說沒有啊，一定要記住了，不能那麼絕對少啊。那如果這種，我可以得出個結論，這種如果把政府騙了，那是政府願意被他騙的，政府是故意的，就將騙就騙，是不是？你這一騙把錢轉出來之後，那帶我分唄，带在下面某些人分，对不對？他就故意的上當受騙，因為政府很容易就甄別真假，他一個函，对吧？一個紅头文件直接到中國石化，或者直接到中信信託，那中信信託一看，立馬會給他回函是假的。好，他最容易騙的就是一些民營企業，民營企業他不容易，对吧？去核實，因为他有的人就是利用熏心啊，想賺錢，頭腦發熱，因為他本身他賺錢也這麼賺的，靠關係，到處有關係，走門路托人，很多民營企業不都這麼幹嗎？所以他就迷信這一套，那人家正好投其所好，對吧？就是崩老登啊，不崩老登，对吧？就是崩的就是你不就喜歡這麼玩嗎？投其所好，所以一些小的民營企業容易上當，更多的就是个人一旦他發一個什麼理財產品，年化收益8%，後面是中信信託，你看現在銀行利息在1%啊，2%，你說有多少人心動啊？立馬認購200萬。你把錢放裡面好了，這就是騙局啊！所以中國經濟報啊，這個昨天看到這個報道啊，實際上說明什麼呢？你看我經歷的啊是10年前的事情，你看12、13年了，這是案例，現在居然還有，而且還這麼越來越多，說明什麼？說明經濟形勢越不好，這騙子是越來越多，因為大家賺不到錢呢，賺不到錢只好騙了，想辦法，各種手段，赤裸裸。對吧？所以說經濟形勢越不好啊，這個金融環境就越不好，你身邊都是騙局，都是坑，所以千萬不要想着賺錢很容易。你看外面這麼多坑等着你啊，你這些挖的坑想幹什麼？不就想買你嗎？想收割你啊！所以我一看這個報道，我就很有意思啊，這個居然一個中信證券，一個中信信託就遇到20個這樣的，對吧？他自己打假就打20個，你想想其他的信託、其他的央企，那你多少啊？張蘭定律啊，環境惡化啊，不光是治安環境差了，這金融秩序也差了，到處都是騙子，你稍不留神，你就上當了。所以我說，對吧？我們只能把它焊死在工行，你不要有任何想法，防不勝防啊。所以我們作為普通人啊，也不要費那勁了，是吧？不要做非分之想，老老實實的存工行，又有不知多少人上當受騙啊！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